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 Man 哥音樂頻道。2026年5月3日 ViuTV 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2526頒獎禮呢一晚，全香港樂迷嘅目光都聚焦喺同一個畫面上，而明熙Gigi同姜濤同台，一個係香港樂壇嘅新生代小天后，一個係 Mirror 嘅人氣王。呢兩位過去分別屬於兩間電視台、兩個唔同粉絲圈嘅頂尖偶像，終於喺同一個舞台上面用音樂對話。佢哋合唱咗 Gigi 嘅新歌《Colours in the Air》同姜濤嘅《Master Class》。期間，姜濤突然走近 Gigi， 兩個人近距離深情對望，共用一支咪，全場尖叫聲震天。今日我同大家回顧呢個同台嘅精彩瞬間。開始前請點讚訂閱，開埋小鈴鐺。我呢個係新頻道，而家嘅目標係1000個訂閱，多謝支持。請訂閱幫我達標，感激不盡。首先，我哋要重溫下當晚嘅情況。呢屆 Chill Club 頒獎禮以人人樂壇音樂第一為主題，一共頒發16個獎項。姜濤喺呢個頒獎禮上邊成功打破二奶命，首次奪得年度男歌手金獎，揮低咗連續4屆奪金嘅隊友 Anson Lo， 令到對方嘅5連霸夢碎。而 Gigi 雖然冇攞獎，但係佢嘅表演環節被形容為頒獎禮上半場最靚聲歌手之一。當晚嘅表演編排非常有心思。首先，姜濤以全黑型格戰衣登場，跳唱演繹《Got to Make a Change》同作品的說話，展現極強舞台感染力。之後，Gigi喺迷幻嘅紫色燈光下面登場，演唱佢嘅人氣單曲《風雷》。佢嘅空靈歌聲完美駕馭歌曲嘅意境，全場觀眾都沉醉其中。然後最精彩嘅部分嚟啦，兩人第一次合體合唱 Gigi 嘅新歌《Colours in the Air》，唱到一半，姜濤突然走近 Gigi， 兩個人近距離深情對望，仲要共用 Gigi 手上嗰支咪。呢個畫面即時引嚟全場尖叫，有網民就形容一個進擊，一個怕醜，畫面勁有火花。最後兩個人再合唱姜濤嘅 Master Class， 為呢個同台畫上完美句號。呢個同台嘅背後有好多有趣嘅小故事。根據Gigi事後嘅訪問，呢次合作令佢壓力好大。佢透露為咗呢次演出，佢同監製開會商討細節，仲進行咗為期3日嘅密集式彩排。喺後台準備嘅時候，Gigi坦言自己好緊張，好繃緊，甚至緊張到不斷深呼吸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阿姜先生展現出極度紳士嘅一面。佢察覺到 Gigi 嘅不安，就主動上前答話，仲溫柔咁派定心丸，話放鬆啲 ，OK 嘅。咁 Gigi 接受訪問嘅時候，直認姜濤有好多值得佢學習嘅地方，尤其係佢面對突發狀況嘅時候，姜濤依然能夠保持輕鬆自在嘅態度。呢種從容不迫嘅氣場，令佢深感震撼。講到全晚最經典嘅共用一咪嘅畫面， Gigi 就話其實喺事前彩排嗰陣時已經有呢一幕，只係排練嘅時候雙方都有戴 cap 帽，所以咧就唔係好似表演中咁近。因為始終我哋彩排係有戴帽咧，所以嗰個距離都係遠咗少少。咁但係今日就估唔到咁樣，即係都真反應㗎咯喎。都你會形容係一個安全嘅距離定係一個危險嘅距離？都安全嘅。咁佢認為咧，台上展現嘅都係一個預料中嘅安全距離，希望觀眾喜歡。咁咧
當晚呢，仲有一個細節啊，引起網民嘅討論啊。Gigi 就再次留起個標誌性嘅齊音頭喎。點知 Gigi 咧訪問嘅時候咧，就毫無保留咁講自己爆真相。佢話假嘅，呢個係咪髮型師做得好好咧？咁樣假㗎。哦，假呢個係咪髮型師做得好好咧？發片嚟嘅。偷笑係冇錯，呢個係假嘅發片。咁我哋其實一開頭我都煩咗佢好耐，即係我哋今日做嘅時候咧，咁即係佢可能冇食早餐，佢等咗2個鐘頭，嗰個外賣都未到，咁樣佢就好慘。咁然後咧，佢仲要俾我折磨，我話呢個音樂可唔可以上少少，然後呢個可唔可以前少少，咁佢就幫我整咗好耐，咁佢最尾都整完，所以我都非常之感恩。講到呢次世紀同台，不得不提2位頂尖偶像嘅人氣。呢次超級頒獎禮，姜濤成功打破二奶命，首次奪得年度男歌手金獎。Gigi 以 TVB 出身嘅歌手身份，首次現身 ViuTV 頒獎禮。記者形容佢人靚聲甜，表演更譽為係頒獎禮上半場最靚聲歌手之一。雖然佢冇攞獎，但佢嘅出現本身就已經係一個話題。佢喺訪問中透露，首次踏足 ViuTV 舞台，感覺百感交集，完全冇諗過可以企喺呢個舞台上唱歌。咁粉絲嘅反應呢？當姜濤同 Gigi 共用1米嗰一刻，全場尖叫達到最高點。有網民形容呢個畫面等咗好耐，2位人氣王終於同腔。一個進擊，一個怕醜，勁有火花。一個好值得思考嘅問題，點解姜濤同 Gigi 會喺呢個時間合作呢？根據報道啊，今屆超級頒獎禮嘅製作被部分嘅網民批評略嫌沉悶啊，欠新意。喺咁嘅情況下呢， ViuTV 需要一個爆點去吸引觀眾注意，而 Gigi 加姜濤呢個組合啱啱就係全港最具話題嘅配搭，一個係 TVB 出身嘅小天后，一個係 ViuTV 嘅親生仔，2人同台本身已經係破天荒嘅畫面。Gigi 近期頻頻踩過界，先後喺唔同嘅平台亮相。佢喺訪問中表示，對於 ViuTV 嘅節目邀請，佢會保持開放嘅態度，每一次機會都係一次好好嘅機會，所以我都會想嘗試嘅。呢種音樂先於電視台界限嘅態度，啱啱就係年輕一代歌手嘅特質。佢哋唔會俾過去嘅框架限制自己，而係專注做好音樂，同更多觀眾連結。咁呢次同台對香港樂壇有咩影響呢？嗱，第一，打破咗電視台嘅界限，歌手可以有更大嘅舞台。過去 TVB 同 ViuTV 嘅歌手好少跨台合作，但 Gigi 同姜濤嘅合作證明咗一件事：好嘅音樂唔應該被電視台嘅圍牆局限。Gigi 由 TVB 出身，開自己嘅製作室，同 Sony Music 簽約合作，而家響 ViuTV 嘅頒獎禮上表演。姜濤係 ViuTV 嘅新生仔。Gigi 講咗，將來亦希望會同更多唔同嘅歌手合作。第二，2位頂尖偶像嘅粉絲效應可以互相帶動。Gigi 嘅孜然粉同姜濤嘅姜糖本來係2個唔同嘅群體，但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呢次合作令雙方粉絲有機會接觸對方偶像嘅音樂。有網民留言話，因為姜濤而認識 Gigi， 發覺佢唱歌好犀利。又有話，因為 Gigi 第一次聽姜濤嘅歌，原來都幾好聽。呢種粉絲跨界對整個樂壇都係健康嘅。好啦，第三，為未來更多合作打開大門。Gigi 喺訪問中透露，佢曾經翻唱過姜濤嘅《Dear My Friend》，好欣賞佢嘅作品。咁被問到將來會唔會有更多合作，Gigi 話順其自然啦。而姜濤喺後台亦展現出暖男一面，主動安慰緊張嘅 Gigi。呢種良好嘅互動，為未來更多合作埋下咗伏筆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，
2026年5月3日呢一晚將會成為香港樂壇嘅一個里程碑。一個係出道5年，由星夢進化成嚴老闆嘅支持；一個係出道8年，由全民造星走到藍金嘅姜濤。兩個人都係香港樂壇嘅新生代頂尖代表，兩個人都有龐大嘅粉絲支持，兩個人都代表住香港樂壇嘅未來。佢哋嘅平台唔單止係一個精彩嘅表演，更加係一個信號。信號係香港樂壇嘅新一代已經準備好接棒。我哋會繼續見證呢個時代嘅發展，繼續支持每一位用心做音樂嘅歌手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留言分享你對呢次同台嘅感受。你覺得 Gigi 同姜濤將來會唔會有更多合作呢？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鐺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不想去知